呢趟溫暖嘅旅程，我哋為你規劃咗以下豐富環節：一、歡迎儀式團體合照；二、主題講座由專業講師主講，透過真實影片同故事傳遞愛與責任嘅核心價值；三、市政資訊分享，市政處分享實用公共信息；四、互動問答，現場提問交流；五、親近狗狗，與溫順無瑕溫馨互動；六、禮物分享，致贈學生紀念小禮物。預約方式非常簡單，請打開本視頻嘅正文內容，點擊正文中嘅申請連結，填妥電子表格並提交即可。提交後，我哋嘅義工會盡快同你聯繫，確認所有詳情。生命教育項目由2018年開始至今，我哋已走進全澳逾80學校，用103場校園講座與165場犬舍探訪，為孩子們寫下關於生命嘅故事。呢份改變正喺度悄然發生。教育係呢一切故事嘅開始，我哋希望讓每個孩子都明白，愛唔係一時嘅喜悅，而係用一生去承諾嘅不離不棄。歡迎各校預約生命教育探訪，詳情可查閱本團各官方平台，如 Facebook、IG、微信。